乜雞都唔使。30秒教識你哋回南天除濕大法。如果唔想下個星期你屋企變成咁樣嘅水簾洞，先網購1包氯化鈣可樂，我這裡1包5斤。狗狗狗包有到家。老婆在喝的奶茶或者是那些礦泉水瓶，千萬不要浪費。在杯口這個位置套上濾網或者是洗臉巾也可以啊。然後呢？我知有毒蜘蛛啦。再用屋企閒置嘅口罩將佢冚住綁起身，咁啊大功告成啦。你哋學咗未啊？嗱，通常呢啲細杯咧，我就會選擇放喺屋企嗰啲角落嘅位置，或者係衣櫃入邊，非常之實用。嫌麻煩嘅朋友仔可以好似我咁啊，準備一啲冰盒或者係冰袋，甚至乎凍幾支礦泉水都得，用個盤裝住放喺個廳或者飯台上邊都 OK 啊。礦泉水器用化嘅過程中咧，佢會抽走空氣入邊嘅水氣。如果你嫌麻煩但係又有預算嘅話，我建議你哋可以直接買除濕機。一般好似房間啲細空間，我哋就用呢種細嘅除濕機，12升左右嘅容量夠晒用㗎啦。而客廳空間大就需要用到呢種大嚿衰啦。我哋屋企呢一台德業咧就用咗3年嘅啦，呢度會顯示空氣入邊嘅濕度，哇，幾濕啊！好似呢2日特別濕嘅情況下，一日我哋就可以抽滿成箱水㗎啦。仲有一個方法唔需要使錢，任何人都做得到。Alexa 開空調，一打開製冷模式，溫度設置喺20°C 度。通常半個鐘之後，室外溫度我哋就可以打開除濕模式。千祈唔好直接開除濕模式啊！哦係，仲有一件事好重要。掛住啊！唔關窗嘅話，你啱先做嘅所有嘢全部都是白費的。回南天日冇緊啲底褲唔乾會臭咩？建議你哋可以試下用一次性底褲，無憂無慮，超好用。你哋學咗未啊？